的水果。啊，不是，蜜饯。钱的水果袂使啊。钱的水果，系啊，安尼讲袂使。因为这个物件咱宜兰遐就有名的，啊个安平遐，吼，啊个中华园林，因遐拢有这款名产吼。啊，一般伊是咱叫做咸酸甜，因为伊的味就是这款综合的。啊，因为拄则咱来讲鲜的，吼，啊要鲜的是你得需要用一寡盐，所以可能有咸。啊，本身果子就小可酸酸，啊甲用较重糖的，所以就较袂歹去，所以咸酸甜就直接甲迄讲出来。啊，毋过咱阁有其他的讲法，因为古早咧生的时拄开始是梨啊，啊阁较咸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嘛是会甲讲是梨咸，盐酸甜，嘿，直接讲梨咸，安尼嘿，啊所以这就是咱定定咧讲的话安尼，好，多谢。其实你